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喜来的阿明哥刘浩明。其实睇我哋鬼岛客家庄係一啲鬼色鬼岛故事，但是外面真的是看不出来讲，其实也喺庄头地方有很多人文的历史。我哋今日福喜来一啲我哋算是老朋友，我哋庄兰人先生来到我现场，而最近學出了一本新書，係我哋呢北岸河神探南風，我哋。福喜來有請伊來到我哋嘅現場，我同我哋分享過，伊當初做乜寫一本村志，同時我哋南豐鎮到底有乜嘅鬼上癮嘅故事，我哋馬上歡迎我們來賓，我哋蘭先生，蘭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新北嘅莊蘭人。我每擺看到你都發現到講，你這個一講到這個嘅，唔講係這個故鄉嘛好，無論這個黑的地方嘛好。如果幫我感覺到講，其實你真的很以你自己的村莊為榮哦。冇唔錯。因為我這個本身係北科二次移民，對我爸爸家下啦。北科二次移民到內埔嘅行動師，所以前幾年呢，我同黃啟仁校長，我哋共下寫一本如太武山下嘅行動師，寫過後嘅家下也係讀到。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鐵器嘅村史嘅創作，佢寫過後嘅吼，嗰陣嗰陣過年又上映了哦，安尼，嗰時候我想講，下來聽一期再嚟試看下咯，因為這個出世在新東市，加新北啊，我才想講，搞為這個嘅嚟講，也係喺個地方。來看做乜嘅，佢以後留下來嘅東西，係嗰時路來寫我哋南豐村，路我哋新北講南面。當初在寫新東市嘅時候，係用係一種動力，本發現到講，其實寫下嘅東西可以神奇咯。以新東太武山下嘅新東市來看咧吧，因為佢係我出世在新東市，加上黃啟仁校長，伊又在東市國小有服務過，嗰時我哋兩個人佢喺度在討論講，咁我哋係唔係對新東市來做出發點，來寫鐵器嘅，寫過後嘅路地講到天氣器嘅時節，我哋兩個人都想講，咁你兩個人嘅力量要分開來，而為這個生活嘅地方來留下一道東西。我都想講，咁安尼，我都來寫新北嘅南面，因為以新北來講嘅話，我哋客人最早來到新北係地講對我哋呢也係講南族，特別係講海族，好啊對順帶一年嘅北岸河來到也就是開墾，啊慢慢嘅人有我哋講嘅南面啦、大鐵啦、江莊、路建工。好啊！一直到我哋呢新北，如我哋也係講嘅新北頭，係。可是我常常會講到講，有時時候睇到史料問題啦，哈，文史嘅問題，聽到講其實更加講，我記得以前嘅事情嘅錄音架，咁話有暗度，其他就做村史來講嘅話，好琢磨咯。其實我可以感謝嘅係我哋南面菜地嘅曾兆秋周橋先生。因為我哋新北在2008年嘅時節，有出新北鄉志，佢下鄉志嘅地講總編輯，如係周橋先生。伊實同我講過講，其實佢下又時間有失敗過緊過匆促。我都講，咁也下我想要來先寫我哋南面嘅村史。伊都講，安尼可以同我聽書嘅部分，伊都會同我聽書。我係開始都印象講文獻貴少，我因在廟路巷，甚至於講我去台北嘅時間，我去台灣圖書館去尋有關新北嘅貴少。嗰時候我都同周橋先生講，老師貴少文獻呢？嗰裡面啊，伊都講，伊都在錄卡，伊自家嘅書房，在編東西，因編嘅裡面下都同我分享講，伊den錄卡頭擺。在乾隆39年嘅時節，在新北南面之前過去大量影響，佢來往都地講來往嘅書信，如果講也可以嘅呢，因為一天來先講，探討講我哋客人差唔多喺那個時間來到也會總頭啊，嗰種係想講最末乾隆39年前，一定都來到也會。我哋要再繼續去探討講，其實， 1722年
空气60年的时间，已经都有6堆的啊，行人都吹呀未啊，故所以我哋都在在往地讲康熙年间，甚至于讲雍正5年的时间，都有发现到讲头摆的人家为契约书也到，故所以我哋都个感谢。就求先生找一方面，甚至于我在做田调的时间，伊拢带定来睇日头哈，伊起顿茶位，吼，我哋2个人都安尼，地讲内路去捞，系太路、西路，甚至于牛埔的，伊拢带定来行，系。譬如讲有多嗰種真實的文件，譬如講清朝嘅某嗰種文件啦，吼，可能可以雙用潛唔到嘅，但是有那地方可以潛得到。佢下寫2本的春史的經驗，最會去潛對個清朝，喺無如日本時代嘅下嘅文獻，大部分攏去台北的台灣圖書館。如地講在中路線，在永安市場，中和永安市場。捷運站下來，你在捷運站後背嘅，按一批哦吼，你可以在個浸1-2日咯吼，你在地背慢慢去潛，因為伊地背有天咯，伊所有館藏嘅，甚至於日本時代嘅《日日新報》啦，個佢下國史調查所有嘅資料，你慢慢地去潛，慢慢地去撈啦，甚至於有嘅喺台灣總督府檔案，還有甚至於公文瑞轉地背。個省政府時代，我哋有省政府公報，係也就大部分攏有啦。個包括會議記錄，係大部分都係地講唔係做國史館，如台灣圖書館，清朝日本時代嘅如台灣圖書館，個現代嘅又好，如可能去做國史館，係。譬如講，你這個以前嚟做南豐春史嘅時間，你去到嗰邊有尋過乜嘅資料嗎？唔講在台灣圖書館嘛，伊參主要都係日本時代，大部分攏係日本時代嘅東西，因為南豐春伊個特殊嘅係，從日本時代有書，我哋講嘅應該講伊哋清朝都有書拿啦，係都有書拿，書拿地背伊哋日本時代嘅時節。如一下我哋操作189線道，佢下有跳傘場，佢下係臨時飛機嘅訓練場。嗰條臨時飛機都操作嘅時節，有掩體啊，變空起來啊，變來咯，都變南面。係，故所以條資料大部分咯，都係對台灣圖書館地背，係包括佢下伊哋咧地講體系一樣嘅。水準嗰度，因為伊哋嘅嗰度陸地講地下水，然後再加上佢下連邊海還冇作薄，故所以哋會有水患一度，故所以一度資料大部分攏係在台灣總督府檔案公文瑞轉地背，個我哋台灣圖書館地背，伊啲國史調查地背，伊哋會有分類。都一開去潛，可是等於講，你這個喺來擺到潛出來以後，你都開始去比對，無論講去排入嘅時間線係咪？冇唔錯，因為講，嗰種講，防騙人去看一本春史嘅話，大部分攏以故事信仰嘅安尼去寫嘅話，嗰會吸引到人去看。你哋講，在幾個年代、幾個時空背景底下，在身邊難免發生嘅某個事情，安尼記錄放起來，因為嗰種人記錄啊，嗰種我都想講，這也未機會提留下來，留一條故事下來，我本後台人哋。其實在一過程當中，感謝人幾多，包括南豐村嘅村長阿邊也來嘅，因為也來嘅。也下大部分攏係接我哋南面咧，地講離神啊，嗰度事情，每方嘅事情攏係一定聽數。因為其實我哋地講聽到我哋時代開始進步以後，唔單止講我哋講老人嘅做路線走嘅，佢冇得多事情嘅人啊，可能萬歲萬記得嗰老事情嘅人，記得可能年紀嘛大嘅，嚇嘛真係嘛先走嘅，尋到資料嘛一路一少嘅。嗰時家種講嘅，從頭我想講，家種講近間嘅時間冇出一本書。可能在4、5年，唔過4年啦，可能5年後，有人在寫也會春史嘅時間，可能前面資料冇得人，都冇少嘅。對，尤其以南面嚟講嘅話，伊除了南面本狀，順後還有啲諸葛論，
有关于的原型料，如我哋讲嘅豆腐料。所以在做田野调查嘅时间，如什么地方，拢台湾拢会做到啦。啊，如第讲，状况嗰度老人家，有时就是5点钟，如果要去做迄方诶，做乜嘅去做迄方？老人家佢做方去就去冲牙啊，如去没有方去前面就老人家了，啊，伊如果同讲，啊，有时还记得有一摆去入去嘅帮妹讲。我是西胞太寒的咩？哦，虽然讲也就是唔咩个，不过吼乡下，其实伊要讲安尼，你把人当做迄七家路卡人用诶，嘿，所以下位时间佢神奇啦。唐多一片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我其实我哋南丰村係一個個用人情味嘅地方，同時喺啲節目地方，我哋來源者會同講嗰度南豐村嘅故事哦。休息一下喎，我哋下一段節目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耶！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新北嘅總蘭燕先生來到我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做乜嘅寫日本嘅南豐村嘅村子。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東已經有講到講，其實當初在寫日本村子嘅時候，其實佢當然聽順，但是喺每天我哋咧日節咧算是節目開始以前，同我哋大約講一下，南豐村係樣嘅地方，同時有乜嘅，譬如講無窮樣嘅地方冇？以南豐村嚟講，我會個習慣講南面，嚇。以南面嚟講，本身都有南面，個朱古倫，個原型料。啊，原型料我哋會講，我哋接下來是會講豆腐料。做乜會講豆腐料？一定同豆腐有關係，係一定嘅台灣攏相厚、相似、相鬆，吼，特別最嚟講最多人做豆腐嘅啊，吼。規種嘅啊，吼70%全可以做豆腐嘅。所以在陳冠學老師嘅田園之秋底邊有寫到講，豆腐料嘅人做嘅豆腐一定論搶食如果好食，係也如係豆腐料，也如我哋講嘅原型料個特殊嘅。啊，朱古倫啊，同周橋先生同我哋分享，如講頭擺做乜嘅會用到朱古倫，有兩個講法，一個如係。伊哋本身係做琉璃瓦，頭擺做瓦嘅，啊因為伊即個安尼，地講做瓦嗰金法，啊故所以吼嗰金啊，故所很珠光亮麗。哦，係，故所以人家講，我嘅係朱古倫。朱公倫啊。係，啊另外一種講法，如係講頭擺有人專門以揀朱古倫上，對，啊故所以如按到朱古倫，故所以兩種講法攏有人講，係，如地講，嗰特殊嘅係伊種啥物，啊不過伊哋咧宗教信仰哦，伊。大部分的人來看的話，也喺目前還係我哋講嘅三太子信仰，如一連採天人講講年西亞，係。可是因為年西亞等於如果算是因為南洋地區一個共同的一個信仰中心啦哈。但是因為其實講起客家莊以外嘅話，其實台灣我看到如三山國王啦、馬祖啊，可能我也偏到我按貼係信仰嘅年西亞堂啊咯。我看伊哋本身三聖教。單個方嘅嚴格自由下都講，其實伊喺地講有太子爺嘅宗教信仰，喺下講對大明朝，因為太子爺而雲遊四海，嚟到台灣先去鹿港，啊鹿港可能唔見你下嚟到太公山，太公山又唔知見你咱下話到南邊嘢嘅地方，啊到南邊嚟啊，其實係鹿卡人，係人鹿卡出嘅。奉養嘅一個神明，啊下喺位開莊嘅，他家人攏有自家宗教信仰，我哋客人除了白宮以外，一定攏因為講，家係唔係同樣顏西亞，吼使出來，本貴莊嘅人，他家人來拜，嚇啊慢慢嚟，魯地講啊，吼一定不能講，隨上頭魯地講一定咧總頭，下喺位因為有人來傳，我哋咧應該係天主教。係，也係隨江偉林嘅一本書裡邊有寫到講，隨一地邊，吼我一定傳教，啊來啊到南面，啊因為書都有嘅關係，啊一定攞去沒有在西啊到亞下嘅三聖宮亞嘅位，
系啊，古所以慢慢的，如第讲，伊哋甚至于伫杯还有莲花化身的颜色呀。乜我到莲花化身的颜色？其实佢貼片，我哋攏伫講一般我哋咧神像，大部分攏係樹的迄個的，係冇唔錯。係啊，伊係用我哋地講禱告的法器刺球嘅力球啊。哦，嗰種同其他嘅樂童嘅時節會打身體嘅。冇錯，啊，伊係用36粒嘅嘅力球來做我哋顏色牙嘅眼神。啊，個前面還有一啲地講一層一層的連法，總共其實嘢啊夾啊紅嘢都到108。哦，咁所以一定採體嘅人攏會認為講，太子爺嘅信仰係對佛教慢慢的轉變啊，變禱告嘅。係。哦，故事等於你講，其實亞威伊的太子亞威伊的神像來講嘅話，唔會像一般嘅人看到你一塊樹頭去割嘅。伊佢等於講，伊底部係有36個力球。我跟住佢貼片咧，佢當初也係一開始都有嘅，還是講後來能變成嘅形式？佢後來有嘅，因為伊哋一開始啊，嗬，最早嘅顏色也係用奶做嘅，泥塑的，係泥塑的。啊，伊哋佢特殊嘅，伊哋有本人門師。顏色也要佢喐嘅，係古時還有喐樹。我都哋講在做田野調查嘅時節，好得村莊嘅來嘅同我講，我哋問頭擺還有留喐樹下落喲，啊睇下到喐樹，我講啊還採冇咯，嗰伊就一同人食嘅本來翕相，佢喐樹還係用鮮料呢，係啊，嗰啲樹，係啊，你面行啊，要想講啊，唔過冇書面嘅啊，係想講一到底是哪叫嘅，睇落去反啊，看到有夾生眼，還有良緣，如用嘢嘅地講，變啦，我自家一個探索嘅一個線索，如去查講，睇落嘅係從哪一段時間。因為其實我哋唔係講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我哋從來有拍啲譬如玩服啦，嗬，一天話有一啲服裝，但是有條地方冇服裝嘅時候，你用太苗，嗰種sometimes算是幾片嘅太苗。冇唔錯，啊唔過一定喺嗰陣真咧，差唔多祝福百姓地嘅地話嗬，還係幾啊多一定咧福德祠。哦，還是幾啊多福德祠？冇唔錯，但是唔會用sometimes苗嚟做服裝。冇，一定人哋講係919，太子爺生嘅時節一定會遊葬，係會遊葬，啊一定平常時也有幾多外地嘅宮廟啦。嚟做交流，係包括前安橋嘅去年人家拍嘅我哋大鐵莊，地講天后宮重新開廟門嘅時節，係顏色呀，因為伊哋接地親身，係故所以顏色呀也去提天數，去安陽啦開廟門，係啊一出到也經驗。我哋身邊嘅祝福百姓地，顏色也有人貼起來啊，都我哋搶裝。咁所以我感覺講，安尼宗教信仰嘅東西，第講，伊嗰陣嘛係有敦親睦鄰嘅關係嗬。佢重要呢，因為像譬如講我哋土講嘅，我哋咧大鐵莊嘅重新開廟門嗬，佢前腔係件事情佢重要呢。係啊，係啊，一天我有一啲等級相應的哈，那真是咁做一件事情的哈，嗰個真是，你講太子爺真的貴重情義的哈，真是要開廟門的時節，一天要有一天法律的能敢於做一件事，能有能力做一件事情啦。冇錯，係啊，故所以一定咧開基北宮，一定南面嗰啲樹哦，開基北宮同良田北宮喺在路中間。係哦，係喺在路中間咯，故所以唔多入南面。嗰當然攏因為講，入南面都帶去入南面喺總頭，其實唔係喺劍灣龍家鄉，喺總頭。啊家鄉喺開基北宮，係開基北宮。啊唔過伊哋咧福德祠，如哋講祝福百姓地嘅時節，會在良田北宮隔壁嘅福德祠。哦係哦，係。嗰邊有冇個貼片咧？啲意思冇？伊哋其實以前哦，嗬，伊哋有地講國泰嘅北宮。有切的，咁所以一定頭擺係對年初一嘅係，你開始切的國頭嘅北宮，你有夾主卡，係啊，你那到初八，你一定要擺祝福百姓等，咁所以你哋講頭擺嘅成分冇安好，一定你輪流，啊個夾主卡，啊你有主卡好食，係啊你搶人客，你幾隻是國頭方，你有他緊人你會擺走，搶人客。
啊，愈安尼慢慢的啊，也下愈地讲年30暗部来祝福，也应该讲，伊哋本身在接主卡嘅時節，已經使下到年30暗部嘅，因為過年太開年攏會歸來嘛。祝福百姓哋，愈地講初8搶白宮，伊哋白宮啊，愈地講對頭開始一直到包括中央宮、上天爺，攏有搶，係。嗰啲樹嘅，愈係地講，伊哋呢嘅萬應宮，伊哋會去搶，毋過唔會搶歸來服從，搶愈才順後，馬上發係地，伊哋人會去搶東方白宮啦、保安廳嘅白宮，係。可是其實按你做法剛剛來講嘅話，其實算是個有情義，好，伊嘛符合了禮儀，好，但是它也符合了人情。好，如果我哋譬如講，我有咱嚟講嘛，真係相當我哋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像白宮，好，然後像白宮，但係有因公、萬因公來講嘅話，我哋係講有啲人嚟去建議，哈，唔會講真正的祝福百姓的人是把伊搶過來，但是其實那一種說法嚟講，還是有一搶，好，只是講我哋真的是，係，愈才順後愈發係地，他當然係愈結束，係，過伊哋咧中央宮會搶啊，服從伊哦，係啊，係，因為。中央宮其實有時如果係我哋為到當初為到保護我哋村莊嘅人嘛，哈，嗰時其實算是嘛喺同白宮樣嘅，算是我哋保護我哋村莊嘅人，嗰時伊就真係會搶過伊。但是按照這個看來，其實真的都幾有情義啦，吼嘛，幾符合我哋嘅意思咧，一個規矩係啊。尤其伊哋祝福百姓哋嘅時節咯，吼，伊哋頭擺還係用9獻禮。哦，係哦。也下人口個地講個少誒，你用9獻化3獻。係。哦，因為9獻禮其實儀式真係幾長咧。係。我主持嘅人嘛真係幾厲害。人數會多。係，因為有總堂啊左右，係，故所以要行3堂。可是全部用客話講咩？冇唔錯，都見運係用客話。但是我如果上海記啊，有意見喎。也下村莊嘅來嚟接，包括伊哋嘅看板。乜個就看板？看板伊係用竹嘅女倉，用竹芯啦、竹氣幹啦、氣幹頭，係再來如竹芯、竹氣、氣幹頭，再竹幹、個竹葉嘅，係去做5種運，無窮樣嘅，攏有一個教化人心嘅意思，係路線上要傳下來本。地講，我去下去拍翕伊嘅紀錄片啊！呀下村莊嘅來嘅愛接，愈去教伊，好地要翕到紀錄片，人也下人傳下來。做影片教學。係，村莊嘅來講個非常啊，我真係一定有心。嗰種其實伊那30人寫嘅，一定有心啦。如果傳承我哋客家。嗰時看到一片，我發現到講，其實伊啲細細嘅莊頭地方，唔單止有按到安精彩故事，同時還有按到上百個傳統嘅文化傳下去嘅。休息一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嗰精彩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真係屏東新北嘅鍾蘭英先生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其實喺南豐村地方有幾多神奇嘅事情。我就想問下先生，因為頭一開始有講到講，其實你尋資料時間，我發現到講，對新北來講嘅話，因為早期幾多記錄都退入嘅幾大嘅蘇拿嘅關係。係。蘇拿係當初嘅經濟作物係咪？其實唔係呢，一定味道啊，嗬，愛當水。係，因為佢喺林邊係冇作薄，係故所到太水來嘅時節啦，嗬，攏地講會種都種都嘅地步去，故所以定南邊嘅人，太普嘅人都地講，太人有啲講好來，我哋都睇哪隻是多，哪隻是安嘅，去種樹嘅，乜嘅樹嘅如何，會睇頭可以當水，涵養水源嘛，都地講當水，一方面都可以地講。他人下溪藥下好來，如鴉片樹拿，做唔得去砍伐，做唔得去技術嘅啦，做唔得嘅呢。下喺位一定路地講，路結合嘅一個
种的树的因为係无穷，唔要讲人哋也下讲哦，像佢拢种榕树啦，种桃花心木啦，mặc嘅伊哋mặc嘅树嘅路种，啊，故所以哋路嚟讲插新，杂新，新子的新，系新子的新，插新嘅树产飞，佢下土工研究嘅时间，愈成立嘅，啊，愈他讲嘢，愈有讲好，啊，唔係甲准讲，使出去南面，第二讲唔係直接愈起社會。他講人路第講每年會交錢，他講人來保護也係數難。咁過到日本人來嘅時節，一定路第講哦，唔會伴台灣人有設計嘅宗教信仰也好啦，也係講哦喪啦、飛啦也都。啊，故所以一定路第講哦，路強啊講日本人會反對，一定也路第講一樣嘅，似得擘嘅乾土同日本人路協調，我哋要繼續，因為冇博啊，太水會打入嚟後，故所以一定都成立株式會社。係啊，株式會社嘅話，一定都第講對樹產費慢慢地變啊個男性株式會社，男性株式會社啊，變啊講一定慢慢地因轉變轉到日本時代地講，我差唔多會夾國民政府嘅時代嘅時節。一定都開始變那個，想要變那華人。咁過日本人佢都地講佢堅持，下係話一定地講日本人所謂歸去到日本嘅時節，一定佢下嘅名冊地位，佢下我哋調提證嘅資料，一定因為個資法，伊冇同我講名嘅，人睇又講有30人嘅人。30人嘅人，一定佢下都等於講成立了所謂的類似一個組織，一定佢下都去申請變啦插鄉，國語是一樣的音哦。故所以唔可以一定南面嘅村民，我感覺講一定係一定聰明嘅，係啊，因為你想講從雜姓樹山會變成雜姓。姓名的姓，对，因为很多都冇共乡嘛，係，故所以等吼用華語嘅發音係共樣，啊唔過詩係冇共樣，啊係做乜嘅會底下講，對插姓到插鄉，係因為日本人在調查嘅時節，伊有一個標嘅，地背寫係插姓，姓質嘅姓，啊下後嘅。隨性別鄉志，佢下周橋先生喺做嘅時節，一定都有數到頭擺嘅文件愛申請嘅，佢下路插鄉，係，故所以因為講亞嘅部分，在以南面嚟講嘅話，係一定重要嘅。下後為到國民政府民國56年嘅時節，一定都申請變啦公司化，如係亞下南充公司，係。故所以其實按你講好了，其實當初是為咗愛當水。那一個算是民間的一個組織哈，但是其實民間組織伊怎麼提供，因為當時有個功能一定重要，你這個唔可以講，慢慢的時間過去，都冇人去管伊，冇人去關注，結果有個功能一下冇時間，這水太時間真的把規個村莊會全部替代的，嗰時變成亞威一個組織對於當地來講係一個重要，可能對於清朝當日支持他，也還是一直希望以維持到一種歸真實的一種算是關係。一定要去繳稅哦。係啊，因為以前一定要繳稅啊，株式會社要繳稅嘛，嗰時一定還是要承擔亞威稅金，但是一定還是要堅持有亞威組織。歸真實的組織一直都民國上的時間，但是問題係健康的已經冇安尼水範的問題，佢幾多土地健康有事。一下目前一定咯吼，都得講係股份有限公司嘛，南松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定一下目前的土地大部分攏係種黃梨，係無如資本人，育唔嘅，係一定發到。係，佢係我有地講隨個調查嘅時節咯吼，我在嘅台灣總督府檔案總館裡面咯吼，伊尋到曾景祥，佢問佢我裡面下我就講，也唔係周橋先生嘅阿太算阿公爺，我都馬上同樣嘅資料傳俾周橋先生，周橋先生問我講，呢份資料唔係尋到嘅，一定珍貴呢，個裡面下人哋講，因為
周口先生讲，计迄伊阿公计遐有神枪，因为伫北拢写日本诗，我也透过诶，如地讲啊吼，台视台因为伊哋有几道关头啦，如同伊哋日本嘅向诶佛教有交流，如安尼慢慢诶去转。因为计遐玩无缺个 GPT 啊，嘿，故所以啊吼，如地讲慢慢诶去请教日本先生，因为可以等个伫背写来迄墨诶内容，咱伫遐讲原来周口先生诶阿公，计遐也有写，如地讲写计划书哦，同日本人讲伊就一样诶种树诶，吼，抽上风起落诶时节，变火烧。迄叫做有湿黑的啦，还是讲本人为，还是样的，迄无如风采啦，迄无如太水大迄个，伊一样的回复种倒过去，拢写法都清清楚楚。故所我感觉讲，可以你地方上留下一条资料，迄一定好诶。尤其迄初期遐新嘅，我因为讲，佢睇片，可能迄皮糖啦、吼鱼糖的啦、苏拿，唔啲迄其实，因为你是对也要村庄来讲，其实係幾重要嘅。好，因为今日看到讲也係啲某個公司可以用一塊天啊，但是你看到其實我哋非常到一當初，真係為到講，因為唔前做嘅提防嘛，哈，嗰時其實真係種樹誒去保護講，也會村莊冇俾人打，係慢慢的一直都更加，哦，以前人哋堅持，然後又更加啊，等到村莊一次又按完整的歷史，嗰時從這個睇做入嘅故事嘅時間，又發現到又發生嗰種感覺到幾感動，我都感覺到幾神奇嘅事情。譬如講，也不在村莊地方有嗰種，應該講當初可能幾重要，但是其他人根本記唔得有嘅事情。譬如講體力上面的一啲東西哦。我一下地講嗰啲書嘅啊，吼，係我感覺講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啦，伊個保安亭，保安亭嘅北宮，吼啊。聽講伊連頭擺喺在蘇拿嘅地位，如地講蘇山嘅地位，下後嘅薄作風起來啊，無水嘅，他個人路上講一定多太路也可以，路曬出來冇背，我去做天氣調查時候，我講奇怪，呀喺北宮，一成相樣同我哋一般觀念地位嘅北宮嘅樣式冇乜嘅共樣，你咪下因來去問人家都講。咁你去問問人咯，有問嚟到水面下咯，冇人哋你面下，還係幾來問到最後上嘅30人些，我哋村莊嘅來嘅，如果講哦，嗰條牌一開始嘛係內族嘅，白講啊講唔係啊，做乜嘅咩有咯？佢講其實嗰係地講條牌裝蘇山嘅白講啊，如地講。愛個武，等於說武神呐，係威猛一點，要比較威武安尼。故所以一下後會使出來，人家講個北宮家都用武財神，係，如武財神。我講哦，原來下後會幾神奇嘅，如地講係特別大家樂嘅時代啦。如果有人去白牌啊，白牌結果下後會有啲人你唔見你，結果一定頭牌有啲你比賽嘅呀。都不一定，有一年路啊，下路太子呀，係我哋一年使呀，路技神發技嘅時節，路講去破壞嚟去，因為因為講我哋客莊還係佢單純咧，佢全部嘅一個狀態，冇有賭博嘅人嘅現象，故所以都同嘅比賽破壞買嘅樹頭下跌落去，唔過還係有一班係本日嘅行起來嘅，係唔過。下後嘅過後，都無人再過去白牌，電到喺夜下邊啦，人家都地講老人家啦，在樹頭下療養嘅，係幾神奇啊！因為我第一樹紅地方遇到嘅三角點，幾樣嘅地方，也會學哦，我真係幾下一堆地講我放棄嘅咧，我表現我講簽得到，幾係因為啊嗬，我哋如地講下巡視嘅過程當中有審查嘛。我哋有輔導嘅先生，係輔導先生係中華師範大學嘅教授，一路在講，在古地圖地背，台灣寶圖地背，有看到三角點，南面有三角點哦，我裡面行因簽都簽得到，我還拜託伊下來，我哋兩個人因內簽，包括牛埔嘅地背攏去簽嘅，簽唔到，下係為問周橋先生，周橋先生講唔地理。嗰裡面嚇，因為我話去翕宋體亞嘅相片。如果講咁我去宋體亞，宋體亞話吼，伊個體型嗰個，伊宋體亞嘅
结果我去宋体啊，同宋体啊讲，哎呀，吼南面的城市写话要差唔多的，不过哎呀，差唔多三角点。结果创遐的，因为伊咧宋体也要体现国国。下落的时间，你都远远看到伊咧阿伯嘅骑到奥多拜出来，我就问伊讲，阿伯，请问cái地位啊，吼有参宋体也来体现安尼国风起来的咩？佢讲，那做乜嘅？我都提供哎，一下出去做写城市呀部分。佢讲唔想去去看面咯，讲係啊，佢想，佢講甲即家去奧多拜去哦，親熱咯，天天嚟去去，講甲呀，因為有太門啊，愛關啊，我講甲太門是喏，佢講唔怕，個阿媽人來，結果都奧多拜去，差唔多我睇有2分鐘嘅路途哦，你把佢看那度，哇，伊咧地講伊咧西山那樣誒。我還看得到哦，因為講真的，唔看準備放棄了，神佛保佑，簽到嘅我馬上翕相，翕嘅哦傳本總師太嘅中心老師看，哦，伊看嚟講，哦，對，因為我哋一下翕相攏有坐標嘛，伊如去對古地圖，係，故說其實完成伊個村史，感謝因一定到，係啊，也一旦差唔多會準備要放棄了。我的神佛保佑，係啊，要本係簽到嘅，咁所以都衝喺貼補落去啊嘅部分，係，咁所以佢感動啦。看嚟今日節目觀眾朋友，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幾多西藏嘅地方，幾多幾精彩故事，還有幾講嘅人，同時嘛有難以欣賞，安尼幾努力嘅人，把個東西全部留下來。今日感謝我哋難以欣賞，我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喎，都聽下啲現場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